加拿大其实我们这条线已经走很久了，好几年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麻豆文旦的品质受到华侨的认定，所以每年我们都有固定2柜出加拿大，但我们出的超市是华人超市，对不对？都是我们华人买。那我们的文旦到那边去，因为华人他还是有一过那个中秋的习惯，华人对我们麻豆的文旦的品质相当的肯定。我们每一年的那个，比如说那边的通路，他们回报我们的消息。都是很好的、很善意的。这一次风灾那虽然有落果，可是因为后续持续果园的管理目前的品质跟以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采收到那个中秋节距离够时间够所以池水充分的话，那品质跟以往是差不多的。今年其实风灾之后大概打落了18000多公吨，所以剩下它还是有6000多公吨可以做采收了。经过大家的努力之后，这些落果都已经做完清除，我们再开始做一些剩下2层之前的展售，也希望说全国的民众要认为麻豆还是有文旦的，那也希望大家踊跃采购。其实，在销售端里头也是怕说物价太高，造成大家消费者的疑虑。台湾除了麻豆做文旦，还有那个斗六那边文旦，还有鹤冈文旦，其实尤其麻豆采集是最初，所以呢，它不管价格太高，也是怕到市场遇到冲击。所以我们这些果农其实之前1的价钱，我末端售价其实贵微调，其实没有贵很多这样子。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封柜，台南文旦赢家了，加拿大。我们还是在农民的努力下、努力抢救下，还是有麻豆文旦可以做外销。所以说，我们第1柜的麻豆文旦要行销到加拿大，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不管是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还是加拿大的外国人，其实都很希望能够品尝到最优质的台南麻豆文旦。那除了加拿大之外呢，我们东南亚的部分也会加强行销，能够让麻豆文旦越来越多人这个喜欢，越来越多人知道。那有人说，那这样的国内的朋友怎么办？当然，国内的朋友我们会尽量满足，但是把销路打开，消费群扩大，那将来更大的盛产期的时候，麻豆文旦就可以充分的支应，借着外销来带动内销，也可以让农民的这个收入以及更多的消费者的权益获得确保，这是双赢。农民收入增加，消费者品尝优质的麻豆文旦，这是我们的目标。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9月19日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响应交通部9月份全国交通安全月，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举办记者会，由市长黄伟綽甲下营高中师生共同宣誓遵守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学生也佫以着国语、英语以及台语演出趣味活泼的行动剧，传达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I'm a hurry. I don't have time to stop. Hey! I'm crossing! Please go ahead. Safety first. 光条、前后灯、刹车要检查，还有记得要多喝水。哦。跳舞人。阿比，你遮尔细汉，搁穿乌色的衫，搁有袂抢手仔命。下营高中学生以台语、国语以及英语3种语言演出行动剧，传达正确交通安全的观念，并甲市长黄伟綽互动问答，内容趣味十足。你敢知影大车倒我内有啥？市长，我会请问你。我问你，你问市长。内轮差啦。对，有内轮差。黄伟綽表示，台南民风淳朴，但交通安全必须要自细汉养成习惯，希望让交通安全的观念内化，让台南的交通安全做到全国上好。今年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跟学校合作，让我们同学以英语、国语跟台语三个种语言来表达对于交通安全的行动剧。那其实台南民众都很淳朴，但是我们交通安全还是应该用从小来养成这个习惯因为有时候大人他
习惯养成了，他还是有时候没有办法遵守交通安全规则。那所以说，我们从小朋友，一方面大人也要去宣传，一方面从孩子，不管从国小到国中，甚至高中，都要让他们把这个交通安全规则熟记在心里面，内化成为他们行为的一部分。那千万不要长大了以后才去违反交通安全规则。因此，我们特别的谢谢我们教育局还有所有各学校的校长老师，大家一起来跟同学来做好交通安全。将来台南就能够让我们的交通安全的法遵遵循交通安全能够做到全国最好。教育局表示，每年9月为交通安全月，配合中央政策，以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为口号，希望各校会当落实课程，活动宣导，整合资源，规划户外交通安全教育体验课程，透过亲师共同合力，培养囡仔交通安全素养。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9月23是世界手艺日，为了让更较侪社会大众今日听障族群的世界，台南市听障体育运动协会19号伫东区举办龙天共融艺术展，展出听障朋友的缠绕画作，借此传达资讯平权、与龙共融的环境。台南第一场以听障朋友为创作者龙天共融艺术展。伫陈廷辉、陈义珍服务团队执行长创全的牵线，以及市府社会局、体育局、文化局支持下，赶伫咧9月21国际手艺日以及9月28国际聋人节进行顺利举办，希望透过活动向大众传达资讯平权、与聋共融的重要。我们听障运动协会，他们来为所有的市民朋友以及他的会员，大家一起来欣赏的一个画作哈，可以提高身心灵，然后也让我们这个城市变得更美丽。因为我们很多聋人在外面学习很多事物的时候，都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比如说没有手语翻译。那比如说我们有些想要学艺术类或是画画这些东西，会有遇到一些障碍。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设计这个活动，申请手语翻译，申请听打服务。很多聋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这样来学习另外一项专业，可以接触不同的艺术与文化，把它变成资讯平权最好的展现。龙天共融艺术展集结了多位听障朋友的创作。在台湾缠绕化教师协会张博廷老师的指导下，让学员画出听障族群的内心世界，同时也透过缠绕画意的方式，得到内心平静。小朋友他觉得，因为最近他压力很大嘛，然后学了这个缠绕画之后，他觉得这个整个心情有疏解，学了之后好像觉得比较好，所以比较平稳。就借由他的画，还有传递他心里的那个感受，他把它画出来。这场展览不只专属听友观赏，对着一般大众嘛正推荐。听障体育运动协会欢迎市民朋友，伫咧19日到21日期间，来到东区东宁路西段5号Sasatra Cafe 来看展，做伙今日听障者安静无声，但较热情友爱的内心世界。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国历7月份将要进入尾声，鬼门关就伫咧国历的9月21日。民俗专家指出，当讲小猪的正抢要特别注意，这庙宇卖准备丰盛的贡品来送好兄弟。此外，全台首页关心方庙将伫咧9月27举行夜巡掠鬼。关心方庙人员帮七爷八爷换上新衫，连手头的法器嘛毋是摕开饰，是摕枷锁。新丰爷副驾嘛请出来换衫，因为一年一度的新丰夜巡将要登场。9月27号是我们现场网1年1度的夜巡。那夜巡的活动意义是主会包含让一些一家二队的好兄弟能够尽快回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伫此巡进前，嘛将连续3天设置新湾的公安岛。伫此进前，旧历7月3日会先准备丰盛的贡品来普渡送好兄弟。当暗时11点就是鬼门关。民俗专家嘛特别提醒，小猪的会冲太岁，49岁小蛇的嘛爱特别注意。属蛇
属猪、属猴、属老虎，这四生肖，迄天你尽量拜穿红色甲黑色，因为黑色的磁场较弱，迄就是阴气较重。另外，还佫有禁忌，就是千万唔通讲再见、小等，会互好兄弟误解，希望因留落来。旧历7月份最后一天，嘛是地藏王菩萨圣诞，有闲嘛会当去行行拜拜。但前面说话采访报道。台南市少年警察队日前查到一件利用汽车修理厂做掩护，将事称道顶不法行为。专案小组伫查的过程当中，除了掠到嫌犯，竟超出大批改造手枪，其中还佫有掺手动物的饲料，结果是3支毒品。台南市警局少年队经过长期搜证，掌握有庆毒等不法的犯罪证据以后，结合霹雳小组、东部前路安南、安平甲永康展开查客，其中就伫曾姓嫌犯以汽车修理厂作为安护场所，成功逮捕，并当中查出大批改造手枪、枪支等半成品。你伫节目当中原本认为是鸟犬的成型饲料，经过检验，竟然是3支毒品卡西酮。现场查获克拉克手枪及银色非制式手枪枪身、弹夹、子弹、枪管、滑套1批，弹壳及弹头、半成品数百颗，冲压模具、砂轮组等改造工具1批，另查获第3级毒品卡西酮800余颗、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判。非法的枪弹甲毒品对青少年甲社会治安伤害真大，尤其是即摆查获800多粒的成型卡西酮，就是较新兴的毒品，一旦流入市面，将造成严重威胁。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北区公所响应国家防灾日，除了今日超市、夜市啊宣导，也佮甲民地各中师生伫路桥头前创意合影，制作趣味影片铺就网，同时结合天高的防治、防灾佮防疫。那个环的火箭还辛苦金水荣幸，主要是国家防灾日。台南市北区区长潘宝秀以向店家宣导9月21日的国家防灾日以及防治天高日。慢悠在室内运动，突然地震来了。公所也搁伫咧面册卖种夜顶悬，以趣味的方式拍片宣导防灾注意事项。另外，也搁邀请民地各中学生参与这回的防灾宣导行动，也搁伫咧路桥边啊翕下创意甲回忆的纪念相片，透过趣味互动甲张戏的连接，加强学生对着灾害应变能力，替地方留下珍贵的世代记忆。9月21号的9点21分的时候来参加演练。那这个演练呢，最主要是3步骤。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趴下、掩护、稳住这3个步骤，来确保自己在地震来临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面对灾害甲疾病的挑战，北区公所透过多元管道，和防灾甲防疫观念深入每一个角落。带来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今年大塘公益路跑12月6号将伫咧友营江山边登场，18号特别召开记者会，邀请全民做伙烧酒来参加。结合健康生活、社会关怀甲自然体验的大塘公益路跑已经迈入第10档，12月6号将伫柳营江山边度假村举行。今年路跑以健康路上大塘同行作为主题，展现因一路用路跑作为公益、环保社会企业责任。市长黄伟哲嘛半工到场支持，呼吁更较侪人拢来报名。
在台南举办公益路跑，事实上不仅是彰显这个台南是一个健康城市，也彰显台糖是一个健康重视公益的企业。因此呢，我们非常城市台南市非常愿意而且全力来配合，也呼吁所有的爱好路跑的好朋友以及市民朋友们来踊跃参与。而且中间有好几个组别哈，你可以衡量自己的能力跟这个跑的这个实力来参加不同的组别。今年路跑延续过去21公里、11公里以及3公里的3组赛程，所有参赛者拢当得到纪念 T 恤、专属的纪念奖牌以及超有签名的汽水面巾等好礼。同时按照往例，为每一位完成报名的参赛者捐出共计销50块的代糖物资，支持在地弱势以及长期照顾服务的力量。台糖从103年开始办理路跑，那今年已经要办第10届了啊。那我们除了要推广我们的健康休闲，还有我们糖业文化的观光旅游之外，最主要的我们是每年的这个活动都会有邀请这个公益团体来跟我们合作啊。也就是说，民众只要完成了报名，我们都会捐出这个这个台糖同价50元等值的这个产品啊，来这个捐赠给这个受赠的单位啊，来传达我们台糖公司这个善意，然后也善尽我们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为了宣传这摆公益路跑，台糖嘛邀请视众朋友来演出，希望在走出健康活力的同时，嘛用温馨感动来传播公益精神。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过无一个月，就是中秋节，嘉南市岛马林地区产的柚仔进入采收期，虽然今年结果愈加低。产量只剩以往的1/3，不过柚仔特别大，甜度拢有超过10度，甚至到12度，价销拢有起。基隆七堵休闲农场进入了柚子采收期，民众携家带眷，不分老少，有人徒手，有人拿了网子，甚至爬上了梯子，要检视1年来认养成果。带小朋友来剩，就剩了。感觉柚子都很大颗，我们那时候来认养的时候还小颗的，像小宝宝一样。很好玩，因为别的地方大概都蛮高的，小朋友没办法爬树，这里很低，小朋友伸手就爬得到。今年遇上闰6月采收期往后延，但今年4月开花期，基隆持续下雨，导致了柚子树的结果率低。产量只剩下往年的1/3。柚子在4月开花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啊，所以它那个结果率非常的低，我报往年的不到1/3啊，所以今年你看每一颗果实都长得特别的大，但是味道吃起来的话，今年的风味很好，而且甜度也很高。虽然产量减少，不过树上挂满又大又饱满的柚子，每一颗比一颗还大。刚摘下来甜度就有10度，放一阵子可以达到12度，也算是小惊喜。下面有皮的话，它就是成熟度有高了。它因为你打开来的话，它会中间那个果肉就会裂开来了。今年比较好卖，价位也比往年高。往年我们一斤像去年有卖30，有卖40的，今年都卖40至50一台斤。农场柚子进入采收期，不只开放民众亲自体验，也鼓励民众认养自己的柚子树，明年就能体验采果乐趣。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2025台北水母嘉年华顶场打造全台唯一的和平甲侨民共演，并结合烟火，相当震撼。熊赞、悠悠曼及悠悠艺人共同带来活力四射的唱跳表演，
为37天水舞嘉年华活动热闹开场。第2届台北水舞嘉年华日前开幕，去年首办就吸引了80万人次参与，并且带动饶河街商圈人潮成长近2成。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创新，不仅打造全台唯一河面加桥面双水舞共演，以及120公尺水舞平台，更结合低空焰火，带来水火共舞震撼演出。去年我们第一次举办，就吸引了累积80万人次共襄盛举，而且也带动了包括我们饶河街商圈近2成的人潮，所以来到这边不只是可以看水舞，今天开幕式还有烟火秀，也可以到饶河街夜市尝美食，也可以到我们慈幼宫拜拜，也可以再到我们陈永昌我们五分埔去逛逛采购。我想这会是一场非常棒的周末小旅行。那另一方面，今年我们的水舞在去年的经验，今年更扩大相关的规模。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拉长120公尺水舞平台，而且我们也第一次，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双水幕的平台，会有水面还有桥面的演出。另外，我们除了水舞，今天的烟火，我们还有低空火焰，水火共舞，非常的精彩。而且每天晚上有5场的演出，而且天天有水舞，周周有惊喜。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9号，超过1个月的时间，都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趁着凉爽的夜晚，来到溪口码头欣赏水舞。另一方面，我们上任之后，一直要打造台北成为国际级的水岸廊带清水城市。所以除了我们在溪口码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规划水舞，另外我们包括赏景的平台往外推，我们水岸的阶梯、座椅，还有打卡墙。除了溪口码头，我们顺利完成了改造工程，在上个月，淡水河岸的改造工程也正式启动。所以未来从玉泉公园会有跨堤天桥，然后呢再沿着到大稻埕，再到敦煌码头。所以以后我们不用再羡慕法国的塞纳河，再羡慕韩国的清溪川，也不用再羡慕纽约Hudson River， 台北就有一个清水的河岸。我们这一次花了18亿的经费，往外推18米，所以未来在这边不止点亮基隆河畔，带来人潮商机，未来淡水河岸也非常的精彩。水舞嘉年华即日起到10月19号，天天有水舞，周周有惊喜。民众欣赏水舞之余，还可以到饶河街夜市品尝美食、松山慈幼宫拜拜或五分埔逛逛采购等。市长蒋万安也分享自己爱吃的夜市美食。到时候我们是跟着饶河街夜市哦，金凤姐也在这里哦。当然，饶河街夜市最有名的就是胡椒饼，我非常喜欢哦，还有很多包括地瓜球啦哦等等。所有好吃的美食，饶河街夜市都有，对不对，金凤姐？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欣赏完水舞烟火秀，等一下就到旁边的饶河街。那今天我们这一次特别从去年的5月，这一次我们9月份举办，所以天气比较不会这么热，然后呢也很凉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10月份每一天都是好天气。对面也是满满的人潮就是说我们内湖的乡亲也可以从那边欣赏到水舞，还有待会儿的烟火，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市民朋友知道台北水舞嘉年华，我们也希望每一年越办越好。观传局说明，今年以5首流行音乐组曲作为水舞展演曲目，开幕结合水舞、火焰特效、高压水柱与雷射光束，随着音乐节奏层层推进，仿佛在基隆河上演一出千变万化的梦幻声光剧场，让现场观众有多重感官体验。
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当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请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怕快不起耶。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资源，互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波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
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